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8月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聊一聊北京市这个出台的这个新政北京市住房限购政策在优化，北京符合条件家庭5环外购房不再限制套数。这具体的大家自己去看总之就是你是北京市户口的，对吧？北京籍的，那么你到5环外买，随便买多少套如果你是单身，你也可以买；你有家庭也可以买。单身和家庭就是都一样。然后呢，非京籍的居民但是你在北京连续交纳社会保险或者是个人所得税这两样只要交了一样，达到2年，你就可以在5环外买，而且不限套数。这个实际上就对这个你在北京工作生活的这些人网开一面就是你可以多买几。这个给我感觉出台这个政策似乎是就像这个告诉你现在胡适在底部呢，那让你们这些人先上车，对吧？你把筹码吸足，咱们马上就要，对吧？大牛市来了马上14000点，所以这个时候不能让别人买。但是呢，因为你们你们是当地人，对吧？你们是在本地工作生活的你们先买，紧着你们先买，不限套数了不限筹码，5环以外买吧。完了之后，对吧？等我以后放开了，那个房价一涨，你们都赚了。你给人感觉是这个意思你要不然他放开干啥呢？至于后面他涨不涨，那就人有个人的判断。首先一个我觉得这个力度还是比较小，但是基本上也够用了。什么叫够用呢？就是比如你真的是个北漂，对吧？你是个大学生，你在北京打拼，你不可能一到北京你就买房，你没那个条件。你工作个3年，你在北京稳住了，收入还可以，对吧？首付也凑得七七八八的，家里也能给你点钱，这个时候你也有了购房条件了，购房资格，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决定，对吧？你有资格了，你就可以决定我是买还是不买，对吧？我认为这房价到底了，我现在我就可以买一套。我认为这房价还跌，那我不买。这个比10年前的，比它放开前要好得多放开之前呢，你只能去燕郊买，你只能去黄金买，对吧？结果发现虽然只隔一条河那简直是2个世界所以我觉得这个对那些真正的在北京工作、北京生活北漂，如果你有条件，你就有了这个资格去买房了，这个是个好事但是说这样就能把楼市稳住这个我觉得还是想多了。为什么这么说我是深有体会对吧？你一说5环外买房，那没有人比我更懂我们看看这胡一进老师怎么说的胡一进老师这个大明白他不聊胡适，他也聊房地产了他说看到北京市符合条件家庭5环外不再限制购房套数的最新通知，老胡有2点想说的。第一，北京5环外也有住房升值空间比较大的地方，他们首推中关村地区的上地一带，那里高科技公司云集，那里的房价远高于南城4环路附近。二是通州的城市副中心地区，市政府迁移到那里，正在迅速改变周边地区的环境。他说第二，这次还没有对不在北京工作生活的普通京外人士开放购房。他说另外5环以内也没有开放，这2个指标与上海仍然禁购的相关规定，构成了中国房地产市场彻底放开的最后保留地。鉴于京沪2大城市的特殊性，在不对这些规定做价值评判的情况下，老胡认为他们在短期内仍会维持现状。这胡一进老师他认为有2个地方，一个是通州，对吧？一个是中关村那个上地。实际上上地那一带我去的比较少那地方我估计房价本来就便宜了，那个也在5环外但是通州的房价我还是比较了解。通州的房价实际上就是不贵至少它那个价格你看了之后你不觉得离奇。但是通州它又挨着国贸，这国贸是 CBD 中心离国贸很近，对吧？有2条地铁线路，还有2条高速都是到那个东部这个 CBD 区域的。但是这是不是代表着通州的房子就有投资价值就像胡一进老师说的一样的说升值空间比较大。我觉得短期内很难，没有什么升值空间。为什么？结果咱们经常说的看房价的话，你要看那个叫租售，对吧？咱们先不说那个什么你的收入和房价的比例，咱们先看租售。这个通州的房租实际上是在下降的，降得很厉害。为什么下降？很简单就是走了，很多人离开了。有的人还在北京，但是他去了便宜的地，就是租金更便宜的地，因为大家赚钱难，对吧？到处在裁员，北漂不易好，你的租金在下降，那你说作为一个北京的人，你买第4套房干啥？他以前能买3套或者2套，你这回你容许他再买，那不就是你给买2套人放开，不就是买3套、4套、5套吗？我就不明白这买4套、5套的都是些什么人？你想干嘛？如果你买了这房子租不出去，所以我说他这个放开对那个刚需的还有点意义。那些人他要1套房没办法自己要住，你要买4套、5套的这些人，他属于投资。这个时候投资的话，我觉得风险很大，因为他的租金还在下降，没有那么多人租房。那你买了房之后，你放在那空着吗？还交物业费胡一进老师他是嫌这个政策出台晚了。如果这政策早点出台，他就不至于到河北那个就通州潮北河那边叫大厂回族自治区，他就不会到那儿去买房现在是膝盖涨，对吧？马上脚踝涨，
因为这个你看通州一放开，那你说大厂的什么燕郊的，对吧？什么周边那些环京的房子你还卖得掉吗？谁还去买？所以胡锡进老师那个大厂的那套房子，那算是砸在手上，卖也卖不掉，租也租不掉。所以我认为啊，这个5环以外的房子对刚需来说，反正是给他一个机会，就是买2套房、3套房、4套房，除非你相信啊，未来他马上要全部放开，然后房价还要涨，你现在买进，3年以后你再卖掉，赚个50%，这种可能性非常低。但是我也不能否认啊，通州某些地段、某些区域的房子或者某些项目存在升值的，对吧？这些是合理现象啊，是正常的。但是大部分地方短时间内没有什么升值空间啊，就是从租售比来看。那么北京上一次啊，这个松绑政策啊，也就是去年9月份，现在也快1年了。那这次再出利好啊，是别的不说啊，就说明市场又到了危机时，要不然它不会出政策。咱们以前已经说了啊，这个楼市稳没稳，你就看它政策停没停。什么时候政策停了，对吧？救楼市政策停了，说明它绝对稳了。只要它政策还没停，还在出政策救，那就说明它没有，这个大家对吧都能理解啊，都能接受。那这次又出政策了，说明它又不稳了啊，对吧？这至少说明这药不能还得吃药。那我们再反过来说啊，连北京都这样了，那你说其他城市，2线城市、3线城市、4线、5线城市，那只能说一个比一个，对吧？那北京、上海，胡锡进老师说了啊，这俩还有子弹没打完，因为他还没有最后彻底的解限购啊。当然这个深圳还有对吧，没有彻底放开。那其他城市都基本上全放开了。你比如说广州早就不限购了，你说接下来他怎么救？就他还有什么招数？没有招出了，那就是咱们说的购房补贴了，对吧？发购房优惠券打8折，没办法，对吧？再回到北京啊，北京这个挤了一点牙膏出来，那也只对北京啊这个5环外稍微有点作用，对吧？这个作用还得再继续观察，它的影响力也有限呢，对吧？它能管几个月呢？2、3月，该买的买了，不该买的算了。这个北京的楼市能不能？我觉得它的指标其实比较简单，就是你盯其他的指标没有用，你就盯这个写字楼空置率。如果写字楼的空置率稳住了，写字楼的租金稳住了，这个住宅这个租金啊也稳住了。记住了啊，这3个指标如果稳住了，北京的楼市绝对就稳，因为写字楼出租这个空置率啊一旦稳住回升，那就说明就业情况好了，对吧？大量的牛马也来上班了，找到工作了，牛马一找到工作，对吧？一有收入，他就租房，租金就要涨，对吧？这个牛马一来上班，那个写字楼的租金也要涨，就稳住了要回升，他们就要买房，对吧？所以说啊，就这么几个指标，看其他的都没用，就看写字楼这个空置率、写字楼的租金、住宅楼的租金，现在是对吧？空置率是在上升啊，写字楼租金是连年下降，这个住宅的租金也是连年下降，这个时候你说它怎么稳？所以简单点说啊，就是用处不大，但是政府的好意啊，心领了啊，也就是让经济的人你先上车，对吧？你先紧着你吃啊，让你吃饱为止。最近这个我看业内啊爆料啊比较多，都跟房地产有关系，说知名信托公司项目经理被群殴暴打。为什么被群殴暴打呢？其管理的房地产项目违约多年难兑付，信托公司有牵扯巨量资金池，项目被机构托管，项目经理本次挨揍，不排除是投资人故人所为。就是这个知名信托项目经理啊，这下班路上可能回家的时候，或者是周末出来玩的时候被人暴打，我觉得这完全正常。你想，你投了200万、300万买了信托理财产品，结果被套到现在，没办法对付，能不生气吗？现在挨打都晚了，恒大暴雷都4年了才挨打，说明人家已经忍了很长时间了，实在是解决不了，对吧？气不过，把他打一顿再说。这个也有经济学家啊下猛药，这个为了救楼市啊，为了战胜通缩，经济学家建议啊，尽快实行零利率、负利率，不能把战通缩打成持久战。作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中国是否需要考虑采用类似的零利率或负利率政策来应对通缩压力，维持经济增长？知名经济学家、北京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在采访中表示啊，说零利率、负利率这个事挑战我们的认知，大部分投资者、企业或者政策决策者都会认为不可能。首先是储蓄，如果存钱不给利息，觉得它不合理；贷款利息过低也不合理。资本是有价格的，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其实不但我们是这么想，芒格也曾这样想。他2015年曾说，我活了90多岁了，这个事情完全超出了我的认知，零利率、负利率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它就发生了。为什么要实行零利率、负利率？效果怎么样？比如美国08年金融海啸，零利率、负利率政策加上量化宽松，美国的股市从6000多点涨到了4万多点。道琼斯，美国的房价早就超出了次贷危机之前新高，美国失业率是历史上新低，就业十分旺盛，经济增速也很强劲，所以零利率、负利率实践证明是有效的。现在我觉得问题就是专家太多啊，专家的工资有保障啊，或者专家的退休金呢年年增长，这都是负面影响。也就是说啊，他说的现象好像是这么个现象，但是他不分析本。他说美国对吧？你看次贷危机以后啊，实行这个什么零利率啊，量化宽松、负利率，美国的股市从
6000年到了4万多年，美国的房子价格又涨了，这表现是对的啊，现象是现象，但是问题这跟这个美国股市从6000年到4万年是零利率、负利率引起的吗？这是主因吗？为什么看不到美国这个七枝花呢？苹果一年赚多少钱？那就是印钞机啊，特斯拉对吧？微软、谷歌，为什么看不到这些企业大量的赚钱？是因为这些企业才让这个美国股市是不是一直在走高，对吧？这跟零利率、负利率有什么关系？你不能说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有，但是它是主要原因，对吧？我以前举过一个例子，对吧？有个运动员，他9个指头，对吧？右手食指断了，结果他跑100米拿了冠军。那有评论人士就说了啊，你看啊，9个指头有利于短跑，对吧？9个指头有利于提高成绩，没错啊，是少个指头少，对吧？重量少了是能提高啊，但问题是他拿冠军跟他少那一个指头关系大吗？那照这么说，那就所有的想拿冠军的，对吧？手指头砍掉几个。所以说这些专家就是这么忽悠韭菜，忽悠可怜人，忽悠牛马，就自娱自乐，对吧？最好把他们的退休金啊给他挺一挺，把他们的工资给他降一降。你在中国现在的这个形势下，你说要负利率，那韭菜还得存银行，无非就不存嘛。那我把钱取出来放哪？我不存银行，对吧？搁床底，对吧？你现在让我投资，那是可能，钱投出去就没了。实践证明啊，现在的这个3年期的利息已经到了1.5%，这个存款还不是在增加嘛，并没有减少，对吧？这个3年前的存款利息是3%左右，对吧？现在已经降到1.5%了，那存款还在增加，对吧？这专家就是不信邪，那么还得往下降，降到0，降到负的，这个存款就少了，哎，大家把钱搬出去花去了。也就是这专家他没有整明白，韭菜为什么玩命的储蓄，对吧？韭菜储蓄的第一目的是安全，它不是为了利，那利息是第二目的，就是说，哎，我还能赚到钱，对吧？我就躺在这儿，我还有额外收益，被动收入，那是第二。他存钱首选是安全，就是对未来有个保障。我这存款我是不花的，我也存，以后养老，以后生病来看病。我存钱不是因为啊，这个你给我1.5的利息，所以我存钱，对吧？1.5利息那是次要原因，所以你这个时候你说我把利息往下降，哎，他就不存钱了。所以说这些专家语不惊人死不休啊。最后我们再看一看啊，这个每日人物啊，他今天有篇报道叫北上消费的香港人扎堆中山买房养老。正好啊，前一阵子媒体对吧，都是集中在曝光啊，说这个李超人呐甩卖资产，湾区的这个什么惠州啊、中山啊、什么东莞的这个项目甩卖啊，要套现离场。我们看看这个文章是怎么说的。他说，中国香港人来内地买房并不是一件新鲜事，但与过去踏足深圳、广州等几个大湾区最富足、最有投资价值的地方，为投资而买房，这几年回来买房的香港人更多的在意一件事，叫性价比。2023年5月1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公布港车北上的实施安排，获得许可的香港私家车可直接经港珠澳大桥口岸往来香港入广东省，引发港人北上游玩风潮。有的人玩着玩着就产生了置业的想法，申请港车北上之后啊，说萧峰每个礼拜都会开车上珠海吃喝玩乐2日，每个月下来住酒店的开销差不多2000元，他琢磨不如在珠海买一个房子。哎，你看他这种是顺其自然，对吧？萧峰妻子超级中意山姆啊，所在香洲区是他们心目中的最佳投资啊选择。中介带他看了一套50多平米的公寓，楼下即是明珠轻轨站，离山姆距离近，总价50多万元，贷款10年，月供2000元，抵得过住酒店。不过想面积大1倍，达到100平米，公寓换成住宅，价格立刻就上去了，是要300万元。在广东省内，珠海均价并不算低，仅次于深圳、广州。港珠澳大桥建成后，除了核心区，香洲区均价可达3-4万元每平米。作为连接港澳路桥的国家新区啊，横琴片区房价更是一度高达5-6万元每平米。为寻找更有性价比的地方，萧峰把目光投向珠海西部的斗门区，这里被称为珠海的价格洼地。一套建内133平米的住宅，价格只要117万元，这我差点当场付钱。哎，这个价格还可以吗？在珠海啊，也就是将近9000一平米。最终出于便利程度和个人需求，萧峰还是买了最初看上的50平米商住公寓。小红书上，萧峰兴奋地晒出新家，不少香港人在底下咨询物业费多少，是否民运、民水、民电，首付多少，有没有车直发香港站，表达出具体的兴趣。作为海滨城市，又是港车北上到达的第一站，珠海的风土人情吸引了很多如萧峰一样的香港居民。在珠海做房产中介的黄小天告诉每日人物，有些居民一开始只是想来这边旅游消遣，看到房价便宜很多，生活又方便，月供只需要3-4千元，对于香港2-3万月收入来说很轻松，于是就产生了买房的想法。说3000元在香港只能供月租停车位，来到内地却可以供一套还不错的房子，这样的换算性价比无疑是突出的。珠海之外，毗邻的中山
山也正在成为港人青睐的居住地。从地图上看，中山像一把勺子，插在珠海的市中心、香洲和略偏远的斗门之间。香港人走港珠澳大桥到达香洲之后先经过中山便宜的地段，才能到达珠海便宜的地段。那中山也可以是吧？珠海当地出租车司机这样形容：一条马路隔开，一边在中山，一边在珠海。中山那边的房价立刻便宜1万元。为了便宜的房价，加之可以自驾的便利，反正到了口岸，坐车15分钟、30分钟都是坐车。许多香港人开始考虑去中山买房，毕竟中山比珠海便宜。2024年6月，深圳至中山的跨江通道正式开通，这意味着香港人进入中山的通道多了一条线路，从中山的马鞍岛开到深圳的宝安国际机场仅半个小时，比深圳市内其他区域前往机场的时间还短。中山地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中部，东临珠江口与深圳相望，西接江门，南连珠海，北临佛山，周边辐射广州、深圳、珠海3大国际机场，去哪儿都方便。四通八达的地理位置，加上靠近香港的语言和饮食文化，中山吸引了薛家燕、任达华等一批港星扎堆前往买房置业，也让更多香港人了解中山。香港人最青睐的户型是90到100多平米的3居室，别管90到100好小啊，那在香港那都是豪宅，对吧？毕竟香港人按平尺来算，对吧？这是平米，这类房子在内地属于刚需户型，在香港人看来算是改善户型。你看看，对吧？在香港100平米可以算是豪宅，与之相对的是出手阔绰买300平米以上真豪宅的有钱人并不多。但是我问过一些真的有钱人，他们大部分都说不想拿太多的钱在内地买房，原因在于现阶段他们还是以香港居住为主，偶尔来这边没必要买这么大的。对了，那度假你没必要买太大，这个确实你度假你只是1个月来1、2回，或者是3、4个月来一回，你买那么大的没有必要，很正常。豪宅类型中，比起别墅，大平层更受青睐，买大平层的都是上世纪80、90年代开厂的老板，有点级别的人才会有这个需求。年龄大的不喜欢住别墅，喜欢大平层。蓝岭公务员扎堆大湾区养老，去珠海、中山买房的香港人很多都提到了一个节点，退休。提到计划退休生活，是很多香港人，尤其是从事蓝领工作的普通人，人到中年就有的考虑。香港房价贵，不少人奋斗一辈子也供不起一套房。对于这样的群体，香港政府出台了公屋制度，以优惠的租金将房屋租赁给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在珠海出生的林尚景在香港过了大半生。1985年，23岁的他正在珠海做老师香港的姑姑姑父膝下没有子女，要他过去，他听了父母的命令，来到香港，一切从头开始。他进过制衣厂做工人，在机场干过仓库管理员，后来结婚生子，一家5口，靠他一个人赚钱养。1997年，他申请了公3房2卫，53平米，53平米还是3房2卫那得多袖珍啊！香港的房屋没有公摊，朋友夸他，这算是公屋里的楼王，也就是53平米3房2卫，那还是豪宅楼王。当时月租金3000元港币，他在机场做管理员，收入是1万3，1/3以上交给房子。他一周工作干6天，休1天，也就是他靠这个收入在香港慢慢攒钱。然后这个林景善去珠海看房，房价5800一平米，他挑选了一套100多平米的户型，50多万元，一次性付清，装修花8万，停车位6万，加起来总共70万元。实际上像林景善这样的人非常多对吧？我觉得在香港很多这个除非是大富大贵的普通的人，他真的有去这个大湾区养老的需求。因为第一个气候、这个文化、语言、这个饮食，他们是非常像的，区别不大。然后就是便宜然后离香港也不远，所以我觉得这个需求还是很大的。当然了，不光是香港人跑到这个大湾区去买房养老，实际上我认为就未来很多北方人恐怕也会选择那个去养老。为什么？就因为这个深圳、中山、珠海还有广州我都去，给我的印象那些地方适合养老气候还可以，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发达，相对内地也比较文明，只能说相对你要去深圳，那价格就贵了，房价也贵，广州的房价也便宜。但是你要去这大湾区里面有很多小城市，比如中山，对吧？它房价就不算太贵你要去那个珠海海边，对吧？那海鲜多，空气也好，它也有便宜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不光是从香港，对吧，跑到那地方去养老，还有很多北方人恐怕要南下去那儿养老，对吧？你比如惠州的房价现在也不贵，这房价跌得也很。这个李超人就是抓住了这次机会，在香港这个加大营销，实际上就是卖他大湾区的房。对内地人来说这些地方的消费恐怕不算太便宜，但是对香港人来说，那这地方那消费就是非常便宜。所以未来很有可能就有很多在北京上海深圳这一线城市打拼的这些韭菜牛马，因为他是工作需要，没有办法，他只能在这些地方找工作。等到他工作一段时间，对吧？但是他买当地的房子压力很大，比如在北京买房，对吧？在上海买房，那压力很大，他就有可能在当地就租房，然后等到年纪到了一定地，为自己
济考虑后路的时候，他恐怕就跑到这个大湾区啊，对吧？那些找一些便宜的地在那儿买，和这个香港人北上买房这个逻辑是一个逻辑。当然了，中国也有很多其他的小的城市啊，城市群啊，也适合养老。但是我觉得啊，它跟那个珠三角比起来还是要差一点。这个以我的观察啊，这个珠三角虽然它这个商业气息比较，对吧？这个经济比较发达，但是啊，它还是有这个生活气息啊，也非常浓。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着，感谢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